作者千 DJX。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7集。關於夢幻島創造機，請問所有大神或創造神界皇族大神的子女，你們需要檢查你們購買的型號是否正版，需要在創造神界皇族聯合地會網站查詢夢幻島創造神機的型號編碼和型號 CP 及 IP 序號。是否購買正版型號？若尋找不到型號，需要立即停止使用。我們夢幻島創造神機沒有假版插件變為正常的安排，因為經過所有股東的商議，如何用假出現問題。創造神界宇宙皇族按輕重事故懲罰，可能是十分嚴重的後果。如果購買真版，我們公司將會無限量的問題查詢。關於不同正版型號是需要安排購買或升級檔案或更新插件資料檔方可使用。為了大家高興，由創造神界宇宙皇族聯合地位出版夢幻島機創造神機，可以由01版的食物免費升級至夢幻島創造神機第3版的食物格式。夢幻島第3版的食物格式先可以真正吃到好食。在夢幻島第2版或以下，只是觀賞感覺，不能進食。希望各位大神玩家留意最新技術更新支援。